家熄燈，瞓低，將雙眼合埋。我哋一齊放低大人嘅腦袋，抽離邏輯分析，感受一下自己嘅呼吸。佢係好深嘅，好淺嘅，好快，好慢，好用力，好放鬆。而家我哋就一齊嚟慢慢放鬆，跳入小朋友嘅想象世界。喺你出世之前，個世界係點樣嘅呢？可能以前你嘅爸爸媽媽、爺爺嫲嫲都有同你講過㗎。不過喺所有人類出生之前嘅世界，又係點樣嘅呢？咁就要從好耐好耐之前嘅希臘羅馬神話講起啦。遙遠蒼茫嘅太古時代，個世界係點樣㗎？時代久遠，冇人知道。畢竟我哋都只係凡夫俗子。但係希臘人就發揮想像力啦。佢哋認為世界最早嘅樣子就係沒有樣子啊！嗰個係一個冇固定形狀、冇具體模樣嘅世界，就好似一碗蛋花湯。世界就喺呢碗湯裏面飄飄蕩蕩啦。卡俄斯統治住呢碗蛋花湯啊，唔係，係統治呢個世界啊！佢喺呢片咩都睇唔出嘅世界裏面遊蕩咗好耐好耐，直到有一日，大地女神蓋亞出生啦。蓋亞係萬物之母，佢孕育出天空烏拉諾斯。烏拉諾斯同蓋亞結合，先創造咗太陽、月亮、黑暗、光明、陸地同海洋。後來又創造咗12位永生不死嘅泰坦神。泰坦神力大無窮，亦都好高大。佢哋每行一步都震到個大地喺度動搖。有咗呢啲神，世界就唔再荒涼啦。天空同大地又生出一班兇神惡煞嘅細路。佢哋係兩組嘅三胞胎。第一組係3個獨眼巨人，佢哋可以做出閃電同埋雷聲。第二組係3個八臂巨人，每一個巨人都有50個頭，100隻無窮神力嘅手。大部分爸爸媽媽都係愛自己嘅細路㗎。但係天空烏拉諾斯睇到呢啲咁醜陋嘅細路，佢好嬲。我係萬神之王嚟嘅，佢哋點會係我個細路啊？惱羞成怒嘅烏拉諾斯就動手將佢嘅細路塞返入去蓋亞嘅肚裏面啦。但係大地之母個肚再大，都冇外頭嘅世界咁寬廣㗎。而且呢啲細路個個都咁大隻，佢哋喺媽媽個肚裏面又逼又叫，又吵又鬧，唔理係邊個，肚裏面有咁多人喺度嘈，都頂唔順啦。終於蓋亞嘅憤怒一發不可收拾啊！佢同啲細路講：我哋唔可以再忍㗎啦，我哋起嚟反抗你嘅父親啦！
向爸爸反抗？誒、誒，雖然媽媽個肚又逼又熱，又黑又難受，但係向阿爸反抗喎，造反喎，唔得唔得，阿爸太巨大啦，點可能同佢對抗啊？當啲哥哥姐姐都好畏懼嘅時候，年紀最細嘅克羅諾斯就企起身啦。媽媽，等我嚟啊！克羅諾斯年紀雖然細，但係個膽就好大啦，亦都足智多謀。佢靜靜咁匿埋喺媽媽個肚裏面等，趁爸爸瞓得好冧嘅時候，佢毫不遲疑咁割咗爸爸嘅命根子，掉入大海裏面啊！神奇嘅事就發生啦，3位復仇女神從烏拉諾斯嘅血液裏面誕生咗。佢哋專為復仇而生噶，凡係復仇女神睇上嘅人，無論走到去天涯海角，都會俾佢哋捉返噶。烏拉諾斯喺劇痛裏面驚醒咗，佢睇見佢個仔手裏面揸住把滴血嘅鐮刀，佢就知發生緊咩事啦。佢臨死之前就話：克羅諾斯，你殺死自己嘅父親，我詛咒你，將來你都會死喺你自己嘅孩子手裏面嘅。第一課完。神話大人物介紹：蓋亞係希臘神話中嘅大地之母，亦都係希臘神話中最早出現嘅神。佢創造咗天空之神烏拉諾斯，同烏拉諾斯結合咗之後，就生出第一批天神啦。亦即係話，所有嘅天神都係佢嘅後代。據講，蓋亞曾經許下諾言，要將希望嘅種子植入每一個喺地球出生嘅生命。因為咁樣，西方人就將蓋亞當作求子之神，希望生小朋友嘅夫婦就會去蓋亞嘅神像嗰度祈求啦。烏拉諾斯係從大地之母蓋亞嘅子端誕生嘅，佢象徵希望同埋未來。佢係天空之神，既係蓋亞嘅兒子，亦都係蓋亞嘅丈夫。12泰坦神、獨眼巨人同埋8臂巨人嘅父親。佢曾經統治世界，但最後就俾自己個仔克羅諾斯推翻咗啦。